说你要喜乐，你要喜乐，你要喜乐。是我们今天先来用圣经的诗篇一起来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喜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是的，今天我们知道有9位总共15位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来受洗或者信仰告白我们很高兴特别是知道当有人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天使也要一起来欢呼歌唱。我们知道在这些人的受洗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不住的祷告，为他们的带领，我们看到结出了美好的果子。这不但是他们一个生命的重要的起点，也是我们每一个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要来提醒我们自己。是的，我们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刚受洗的，要带领他们，或是说陪伴他们进入到这个属天国度里面的后面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一首奇恩典来一起来再次思索，当初我们第一次终于被圣灵感动，可以看清楚了，认识了上帝的那样的一个这个恩典的一个感受。我们一起来唱。Come
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是的，你们要喜乐。这是保罗他写给他被关的时候，他为了传福音，被关在监牢里面，被手铐木狗给铐住的时候，他没有叫腓立比的人为他们祷告，说帮助我们赶快逃离。他们却是叫这些会友们更帮他祷告说，你们要喜乐，是叫这些会友们要喜乐。因为当我们真的在主里喜乐的时候，就与主连结在一起了。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教会的事情，第一个来为自己被拣选呼召以及我们的灵命能够持续的成长来感谢、祷告或是祈求。第二个为今天受洗，特别是在信仰告白或是在新家人的新家人，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然后也为我们教会的牧者，他可以带领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同工、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区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各事工团队的一个事工团队的他们的灵命，以及在推动事工上，我们也献上感谢，也愿我们能够与他们一同在这个整个服事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每日与你来亲近，让我们的灵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成长。主啊，每一位今天将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的同在，来带领他们在往后的生活当中，来引领他们通过不同的挑战，引领他们未来的道路上一起来属灵。谢你，你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主日当中来欢喜的用赞美进入你的门，用感谢进入你的殿院里面，让我们知道是的，在这里我们是有父的人，我们是有上帝为我们的珍宝，为我们的磐石，为我们的保护者。我们知道我们之后的生活或许能继续有挑战，我们之后的人际或许能有很多要学习，但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你也是我们的诗歌，你更是我们的光，照明在我们身上。你的圣灵也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继续走在主你美好的道路上。我们就知道，是的，因着我们紧紧抓住你圣灵的大能大力，就要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生活美好的一个生命，不同于以往的那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生命。谢谢你，也愿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特别今天要来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可以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经历你。也感谢你赏赐我们夏牧师、谢牧师去传道，以及我们的牧长以及我们的长子们，还有各事工团队的这个首长们，都能够加添他们的信心，加添他们的健康，服事的敬虔跟能量，是让我们一起在教会的一个大家庭当中，一起来得着成长，一起来经历神。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接着我们来为上帝对我们这一段时间来，以及之后他一直要持续保守我们的，也献上感谢。还有特别在台湾，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疫情，COVID-19 的一个疾病，甚至也不断的在变种。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上帝能不能保守我们平安喜乐的心来到教会？特别是台湾，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仍然可以跟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聚会，为这个献上感谢，也为我们台湾在18日的公投，求主赏赐给所有的台湾人有这个智慧，我们可以投下最适合我们台湾未来的发展，包括在外交、在政治、在自然环境整个一个永续的发展，甚至是在我们台海的安全上有一个稳固的保护的一票让我们真的也珍惜，也感谢我们的前人为我们争取了，为我们建立了这个民主的制度。我们珍惜这样的一个制度，它得来的不易，他们付出许多的代价，我为这献上感谢。那以及
也求神保守在这许许多多这几年的天灾地变当中，其实我们感受到上帝给我们一些警讯，也感受到神爱世人，也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为我们创造的，是的，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他也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要我们成为他美好的管家，而不是这个用着我们的贪婪去伤害他。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是不要落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在这疫情当中依然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生活，能够靠主在身。主我们恳求你持续施恩施福在宝岛这个地方，在台湾这个岛屿，主让这个岛屿持续能够坚强的来站立。主我们也为了即将来的公投献上了祷告，主我们求你赐下我们的智慧，我们有信心来活下属于对台湾正面的一票。主啊，恳求你来看顾保守。主啊，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能够有怜悯这个世界，来保护这个世界。是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出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上摆上，愿主你带领我们前方的路。我们感谢你对我们这些日子以来的保守，以及未来道路的带领，也愿主你继续保守台湾，无论是在疫情当中，或是在疫情当中，或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困难当中，持续的建立我们，加添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继续用着这个信心跟随主。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台湾一个美好的民主的制度，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为我们台湾的前途来做公投。也求主你赏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外交，在透过这次的公投，保守我们台湾的外交、政治、大自然的一个持续发展。特别感谢，虽然我们知道中国在这几年一直对我们有不良不友善的一个，无论是外交或是武力上的一个威胁，但是我们仍然有着平安喜乐的心，仍然可以如常的生活。在这当中，我们更多的警醒，更多的去领受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是多么的美好，不只是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这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愿主你也加添我们那喜爱、怜爱、管理这个世界的心。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许许多多的赏识，真的是主最大的这个恩典，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是，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起来来唱这一首《奇异恩典》。我
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就说他的名。我们依靠神，我们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就说他的名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
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你的宝座在这里，你的荣耀也在这里。主啊，愿你坐着为王，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跟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亲爱的父神，今天是代降节，我们弟兄姐妹齐聚在圣殿当中，我们要尊主为大，也要透过圣餐围坐主的桌，一起享受从天上降下来的恩典。我们也有许多位弟兄姐妹愿意承认你的名，接受洗礼，来加入上帝的国度，加入教会当中。愿神的荣耀在这边彰显，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感受到圣灵的启示、力量、平安跟喜乐。也愿今天的敬拜，大家都得到圣经美好的教导，大家在主你面前得着更多的信心、能力，以及到外面继续为主做见证的力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有2处圣经，第一处耶利米书33章14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上主说：时候将到，我要实现我对以色列和犹太，那时我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枝子，他要在这片土地上以公平正义治国。第2处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章1到8节。第1章我们一起来念。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开始的。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书上记载，上帝说：看吧，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他要做你的前驱，为你开路。在旷野有人呼喊，为主准备他的道路，修直他要走的路径。果然，约翰在旷野出现，为人施洗，并且宣讲：你们要悔改，接受洗礼，上帝就赦免你们的罪。群众从犹大各地和全耶路撒冷到约翰跟前来，他们承认自己的罪。约翰就在约旦河里为他们施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间系着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宣讲，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伟大多了。我就是蹲下去替他脱鞋子也不配。我要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愿上帝的话来激励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献诗，我们请钟杰小组，他献诗的歌曲是《当我赞美》。献诗完，我们请牧师来讲道的题目是代降福音，信心领受。
小组他们用轻快热情的诗歌带着我们一起敬拜。我们要一起分享主的话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再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恩典的时刻，我们一起聚集，我们确信你在我们当中施行拯救，施行你的恩典，赐下平安，让每一位在这边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新来的朋友，或是我们在这边已经很久一起敬拜神的基督徒，我们都要领受从天上降下来主耶稣救赎的恩典。愿我们从圣经的话得到再一次的确信，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领受这个至高无上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节目比较热闹哈。我们除了敬拜以外，我们要有洗礼，还有我们的这一个圣餐哈。那我们看到讲台上有3支蜡烛，那在象征着这个就是代降节的第3主日哈。我们在这个代降节的传统已经好几百年了，他们就是要在主耶稣降生前的4个礼拜天，每一天点燃1支蜡烛，第2主日点燃第2支，再来第3支、第4支。但是呢，25号并不一定是礼拜天嘛哈，所以等于是在25号前的4个礼拜天。那今天我们是第3主日，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迎接主降生，我们的心里的预备是什么？首先呢，我们会看到说，耶稣要降生，它不是一个突然间偶发的事件，就好像去年年初突然间说，有那个 COVID-19 来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但是其实耶稣要来，其实大家也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是人没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们的神老早就预备好了。说他还差了先知，在好几百年前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很清楚的预告。那我们就是要从今天的经文去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的慎重来预备这一个主耶稣降生的这个信息。我们当然已经读了1次经文，我们等一下会再复习哈。那我们把这一个耶稣降生前的节期叫做代降节，代就是等待嘛，所以等待是一个功夫哦。那天主教他把它称为降临期，那英文就是 Advent， 就是一个预备主耶稣的降生的宣告哈。那这个宣告呢，我们如果从今天的经文来讲，就是有2个不同的这个时间差哈。有一个是前历史的，就是大家已经在好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那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印证，把它连接起来了。不然大家不知道说到底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就像我们讲说，明年要发生什么事，你怎么知道呢？何况是100年、200年哈，几百年所以第一个经文就是在讲，有一位先知，旧约的先知以利亚耶利米，他就宣告说，上主说时候要到，所以圣经的那个时间就是一个很奥秘，对不对？时间到了其实不知道是今天或是好几百年了哈。所以时间到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奥秘的话。那等于说，每一个领受这个信息的人，你要有心理准备。他说：“我要实现对以色列和犹大人民的诺言。”实现什么诺言呢？他说：“那时我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枝子，他要为这片土地以公平正义来治国。”好，这个也是一个象征的语言呐。但是他把正义的枝子，而且大卫，那就表示他们以色列人老早就在期待，说有大卫的子孙要兴起一个弥赛亚，要兴起一个拯救者。那耶利米所做的宣告，一直在人民的等候当中。当然那个时候有一个历史环境的背景，特别是在耶稣降生前，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的，等于是这个国家它本身没有什么样的自主权是被别人统治的。
那国民呢，他没有自己的自由自主的能力。虽然他们有希律王是一个附庸的国，但是他们就一直期待说，我们的祖先大卫那个兴盛的时代能不能再来？那他们是比较倾向于那一种比较属于属世的政治上的拯救者，但是他们一直在期待这个。但是耶利米就宣告说，有这个大卫的家要兴起正义的枝子，就好像一枝新的苗要长出来。那这个是一种有一点模糊，但是有一个指向，说这个时候要到。这个是叫前历史的一种宣告。但是在耶稣降生前，又有一位先知，或者说有一位我们称为叫施洗约翰的，他这样宣告。施洗约翰怎么宣告？他就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他重述了另外一位先知以赛亚的宣告。他预言什么呢？就是这段话，他说：“上帝说，看吧，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要做你们的前驱，为你开路。”耶稣要来他从我们的角度看，好像是横空出世啦，但是在上帝的规划，他的时间表里面是清清楚楚，而且还有预备，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知道，每一次呢总统要出巡的时候他不是突然间来的，老早就派的那一些护卫队，不知道去那边检查过几次了。如果今天总统要来我们富强教会我们看我们大家都要被检查，就每一个人都要被检查身上有带什么东西那这位荣耀的君王要降临，当然有预备，但是一个属灵上的预备了。说这个做前驱的使者，他要为你做前驱，要为你开路。到底开什么路呢？他说，在旷野有人呼喊，为主准备他的道路，修直他要走的路径。好，在旷野表示可能都没路旷野好像都是石头，或是有一个坑洞，哪里有什么路？那我们常常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比喻，那个比喻是他用自然的环境在象征人的心呢。所以这段话是在讲说，在那时人心里面，他们一直苦闷，一直得不到拯救，得不到盼望。所以这位前驱者，这个使者呢，他是要来开拓我们心中的道路不是我们实际看到的，但是他用旷野修道路来做这样的隐喻或是一种描述然后这位施洗约翰出来了，他说：“你们要悔改，接受洗礼，上帝就赦免你们的罪。”就是一段短短的话，有时候先知的话不用太长，那个宣告震撼有力掷地有声啦，因为他把最重要的点出来了。换句话说，施洗约翰把这个话宣告的时候，等同于他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期待的不是一位政治的英雄领袖，或是救世的英雄，你们是期待一位生命的救主。所以你们要开拓这个道路，不是叫几台推土机来帮你推平，而是你要悔改，要洗礼，要得上帝赦免。”换句话说，这个旷野就是你心中的旷野，这个旷野就是你心中的挂碍，这个旷野就是你心中的难处、忧愁、苦闷，走不到出路。主耶稣来，他就是要让你这个心中的旷野重新展现水土、草木丰盛，有水有地。那这个就是先知在宣告的一种意义那这一位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亲戚，等于有一点像他的表哥的样子。那大他没几岁，大他没多少，因为他在耶稣之前出生的。然后他稍微描述了一下，说这个约翰在做什么。他说，群众从犹太各地和全耶路撒冷来到约翰跟前。那这个又有一个典故了这位约翰他不是在宫廷，
他也不是在圣殿那一种很大的场面排场，他是在旷野嘛。既然在旷野，谁要跟谁要跟，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歌星很喜欢办那个大型的演唱会，听说每一场演唱会都要好几千万，因为要布置那么漂亮的场景，而且还有机关变化，从天上降下来，要不然从地底升上来，因为要有一个噱头嘛。就把这个人塑造成一个哇巨星一样，那些大歌星、影星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一位宣告主耶稣再临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哎呀，根本就是那么偏僻的地方，在旷野，算什么呢？那问题来了，他不是靠宣传，他也不是靠这个整个布景，他是宣告这一个拯救。那这些百姓，他们心中苦闷太久了。他们听到这个福音，他说从各地来犹太各地和耶路撒冷来，就是要来听这位先知的宣告，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个先知所讲的，跟会堂里面在圣殿里面讲那些八股不一样，它是一个拯救的福音，一个祝福的福音，一个改变人生命的福音。那这个福音，因为这样大家都一起跟随了，因为在旷野要吃没吃的，要走路也没有车子，谁愿意这样子做？所以大家存着一个渴慕的心来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在约旦河，我们在以色列境内那一条最重要的河就是约旦河，在约旦河里面施洗。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施洗是整个人走到那个河里面整个身体都进到水这样子。那这个是约翰他所做的事。那约翰他的外形很有趣，他说他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间系着皮带。那今天如果是比较属于那个全世界有一些那个 fashion 的那种衣着服饰，也许会比较让人家感觉非常特别了感觉这个穿着很有趣可能会变成一个时髦的人物。但是当时呢，其实就是他没有什么好穿的，他没有什么好装备的，就是用野地里面骆驼的皮来包裹身体，因为在旷野，在中东那个地方在白天有时候出太阳很热到晚上的时候就很冷，这温差非常的大，比我们现在台湾这个冬天的时候那种温差更大。而且在那边也没有人煮饭给他吃也没有面包可以吃所以他就吃蝗虫跟野蜜。大概我们对这一个施洗约翰的形象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点来看到说，施洗约翰他确实是一个神所差派的仆人，他不是靠世间的权利，或是刚刚我们说的那种铺排，没有，他就是纯粹有从神领受那个宣告，说你们要悔改，要修直他的道路。所以他吃蝗虫野蜜，这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典故了我们可能在小组里面或者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是个很有趣的小故事。那其实蝗虫跟野蜜不是真正的蝗虫它是一种很特别的，在中东那种旷野当中成长出来的一种树。那个树它的那个结果那个荚很像一只蝗虫，特别是干掉的时候所以他们说吃蝗虫野蜜其实不是真正的蝗虫。这个是施洗约翰的形象穿着骆驼皮绑着皮带，那吃这种东西。那他就是在旷野的地方，很多人愿意跟随他，因为他讲的话就是让这些百姓眼睛一亮，他们看到一种盼望，这个宣告是确实的，所以他们愿意跟随，就受洗了。今天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要加入教会，我们用洗礼来见证这一个恩典。那其实这个渊源就从这边来了，因为耶稣他出来传福音之前，他也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而且圣经说有鸽子像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个洗礼就成为一个奥秘，也成为一个我们跟神产生重要的连结的一个记号。
约翰他所吃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角豆树了哈，一种角豆树在地中海一带很普遍的，因为很多人在野外没得吃，因为这种东西哦，刚吃下去好像觉得涩涩的，但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有味道哈啊，所以很多人又拿来，而且那些树哈当中，因为它的树丛比一般的在旷野的草木高一点，所以会有蜜蜂、野蜂来筑巢啊，所以也可以配那个野蜜啊来一起吃那个干涩的那个角豆树这样子。那这个就是约翰他的一个象征就对了哈。那这是角豆树的一个的图片哈。那个黑黑的黄黄的，就是那个角豆树结果哈，结果的形象哈。它这个是生还没有结很成熟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成熟快掉下来那一种哈。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好像也有类似这一种哈，这种豆子哈。这个就是约翰的形象了哈，约翰的形象。不过我要分享的就是说，约翰他这样的宣告，他要告诉我们，神要掌权，很重要。这个世界有很多力量存在，但是神要超越这一切。所以从耶利米书还有马可福音所传达的，就是这一些神的信息。第一个，上帝的应许要成就，他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枝子，是一种新的苗，而且长大要成大树。第二个是主降生的实现，这个土地要以公平跟正义来治国。第三个，主降生是要有差遣使者来做他的前驱，为他来开道路。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哈，属灵的意义。那我们现在呢，过4个礼拜的代降节哈，代降节。那这4个代降节，其实我们是在去一步一步去把整个耶稣降生他拯救的历史做一个浓缩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事后2000年后的基督徒嘛，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在重新回忆神的拯救的历程。你是一个老基督徒，你就是重新这4个礼拜再重新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反省，自我的一个学习。所以这4点有人把说这4个节期、4个礼拜天做4种的一种纪念哈。第一个是纪念主耶稣的道成肉身，第一个代降节主日。第二个代降主日，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为人类的罪而死。第三个是纪念耶路撒冷的毁坏。我们知道后来呢，主耶稣过后70年哈，主耶稣降生后70年呢，这个罗马的大军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就被毁坏掉了。今天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机会去那个耶路撒冷参观哈，我们会看到很多犹太人会跑到一个墙叫做哭墙，其实他们的西面的墙呢，在那边祷告，就因为那个时候是耶稣的时代唯一留下来的，现在已经都毁坏掉了，或是有些地方是重建的。那块墙就成为他们犹太人一个心灵的依归跟象征啊。那再来就是纪念或是迎接基督的再来以及他的审判。所以这4个主日有不同的这个信仰的流程了哈。那这个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过代降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课哈。那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要来受洗，我们就是遵循了当时约翰他所做宣告，说你们要悔改，来接受洗礼，那上帝就要赦免你们的罪。这个罪的意思不是说我做什么坏事情，我偷抢骗，不是，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断掉了。因为借着悔改跟洗礼，我们就跟神的丰盛、神的祝福、上帝的大能圣灵的同在，就重新连接起来了。就好像你的断掉那个链又接起来，就好像那个电源又重新接起来了，就像那个水管又重新接起来了，这种水流电源就源源不断到你身上。那这是我们基督徒领受祝福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就是要以信心来领受，
你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代降的福音。施洗约翰他这样宣告说，要修直他要走的路径，要有悔改的行动。所以刚刚我们讲过了，它不是实地上我们到一个旷野去修一个道路，而是我们心灵的旷野，我们人生的罪恶产生的杂物杂草旷野。这个旷野你要有一个改变，决心要改变，洗礼你要接受洗礼，就是一个改变。就像诗篇90篇的3节，他这一段话，他说：“你们世间人要悔改。”这段应该是这一个国语的，你们世人要归回了。换句话说，你曾经走过一条你自己的路，或是走偏的路，或是歪的路，但是你要归回，归回到上帝这条路，这条路是拯救的道路，是平安的道路。所以无论是悔改或是归回，就是见证你要接受洗礼，接受生命全新的更新，以洗礼来见证改变的作为，也用洗礼来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救主。那这个我说，它就是一个属灵的层次，你怎么样去体验神的同在？我今天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我们就听到他们要决定要受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有位弟兄他说，我要受洗不是我自己决定的，是神拣选我。在这个时刻，那有的弟兄姐妹就亲自看到了异象，看见神同在的证据，所以这个是属灵很巧妙的事。那我们用洗礼公开宣讲，或公开承认主耶稣来做你的一个记号，那就承认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你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洗的大能力。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实体的旷野的道路不是我们讲的范围，是心灵上的道路。那我们在弟兄姐妹要受洗之前，我们会上这个真理课学道班。那其中会讲到一课就是洗礼，他有讲到说，洗礼为什么要用水？当然洗就是水嘛。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上离不开水，因为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大概就会乱掉了。如果真的缺水，连生命都没了。去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水库都快干掉我们大家都心中很恐慌，一直在为有雨水来祷告。那没想到后来暑假的时候，哇，天降甘霖，一直流，一直下那让我们水库都满了。不过那个时候水库满之后又不下雨了，到现在已经现在水库一直在告急。我们的曾文水库听说已经剩下70%、60%几了，哇，大家用的太高兴了水成为我们生活上绝对需要的东西。那水就是要洁净，水会像甘泉一样，让我们心中得到滋润。所以呢，水要洁净我们，但是我们心中的污秽怎么洗呢？洗不到啊。他说，圣灵就像水一样，会洁净你的一切污秽，你心中的忧虑，你心中的困境，你心中的难处，或是心中很多结打不开，靠自己没办法，药物也没办法，是靠圣灵的力量。所以他说，这个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这个才重要。换句话说，约翰用一个象征来做示范，但是说你要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洗，这是圣灵的洗，这样子。所以期待我们今天要举行洗礼跟圣餐，我也期待我们在代降节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洗礼的有一个行动来见证神的恩典。第一个行动就是我们要用读经灵修来明白主降生的意义。很多人会在这段时间重新读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有关主耶稣降生的道理，或是翻阅刚刚我提的以赛亚啦、耶利米啦这些先知他们所做的宣告，因为他们在预告这位主耶稣要降生。那你因为从后面看，你发现说这个有脉络可循，有一个连结。那直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果然实现了，以至于他后来他传福音，而且为我们牺牲、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差圣灵过来，我们这整体的
好像后面看啊，原来这个拼图都完整了。所以我们在圣诞节之前，期待我们大家有机会再重新复习这段经文，这些主耶稣降生的经文。第二个，我们要用慈善的行动来分享主的降生，因为耶稣因为爱世人，所以他才把自己当成礼物了，把自己的生命当成礼物送给我们人类，所以他后来为我们牺牲，钉十字架，流出宝血，而且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过。我们在跟这些学道班的学员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比喻说，就好像你欠下了无法偿还的债务，这些债务你用什么办法都没办法去偿还，但是主耶稣说，这一切都我包了，一笔勾销，所以你就不被罪的重担或是罪的债务把你压垮。好，那我们既然领受耶稣这么大的爱，我们就要用慈善的工作来去爱别人。我们看到有些小组呢，他们就举办二手货的一种交换呐，或是这个义卖去帮助一些弱势的一个教会，或是弱势的一个团体。那我们常常很多牧区的小组，他们会做一些捐助，去帮助我们台湾有一些街友还有一间教会专门在服务街友的。那最近呢，我们台湾有一个教会基督徒的基金会就是王雪红他们所推动的信望爱基金会，他这次发动一个很大的台湾的一个爱心行动，就是在各县市去找各教会来配合。比如说我们富强教会，那附近有一些可能是低收的百姓，甚至有些是没有办法被政府界定的低收，反正他们是很困境。有困境的时候，我们请旅长把这些名单拿出来，我们教会就捐献来配合了就是说，我们捐500块，这个基金会就配合500块，然后当成一个小礼物，圣诞礼物。那我们在社区这些朋友，他可以因为有民政课的配合，就邀请他们来教会，我们把礼物送给他们，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也期待说这样的福音能够拿到这些在基本生活上比较困境的我们的社区的朋友。那这个是一个慈善的行动。最后一个更重要的行动，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好多位弟兄姐妹要来受洗。我们看见其实是因为我们有非常绵密的或是非常用心的福音行动，让他们见证到说，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团体是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见证的。那所以有些是去年或是前年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有的是参加我们的这个福音的茶会，然后经过大家的接纳，感受到一种温暖跟祝福。所以今天有这么多位要来受洗，感谢主，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在神面前看见这个拯救是非常的珍贵，所以愿意付出行动。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祷告，开始预备，我们准备要来洗礼，还有我们的圣餐。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借由先知，借由施洗约翰，做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宣告。这个宣告是神所带下来的拯救跟赐福。主啊，我们要用洗礼来见证主耶稣的拯救。求你跟我们这一群受洗的弟兄姐妹同在，也让我们一起围坐主的桌，一起享受从天上来这一个拯救祝福的记号。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敬拜团有麦克风也可以来帮忙我们要连续唱这一首《你爱永不变》2次。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洗礼的弟兄姐妹要出来前面第一个就是成人洗礼，有我们的叶俊良弟兄、邱春如老师、吴永瑞弟兄、苏建慧姐妹4位洗礼的。那第二部分是信仰告白，有3位郑婉丽姐妹、庄佩英姐妹、郭丁佳姐妹。我们在唱第2次的时候，你们就走到前面来，有长老会给你们安排你们的次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你爱永不变。一起来唱。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相信我心内，我胜利或失败，也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选我的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们再唱一遍，我们请这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来，不要客气，到前面来。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信仰告白也一起来啊！信仰告白也一起来。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相信或气馁，或胜利或失变，愿刚强的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选我的船，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感谢主，我们今天有4位弟兄姐妹要来成人洗礼，有3位呢，他们曾经洗礼过了，但是为了要加入我们富强教会，那依照我们教会的规矩，他们在不同的教派受洗，重新再宣告，来加入我们的教会。感谢主。这时候我要来做宣布，我们得到帮助是依靠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就像彼得当时叫人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今日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必须深信，你们若真实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点就要成为你们罪得赦免的记号及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与基督结连在一起。你们要受洗，请你们在上帝和众人面前用点头还有回答来告白你们的信仰。我们请7位等一下我问你们的时候，你就说相信是愿意这样子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好，第2个可以回答愿意你们是否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这时候我们这4位
要一一来为他们受施洗哈。这个时候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前面跪下来，如果不方便站到前面来就可以哈。好，慢慢来，跪下来。OK， 这位是叶俊良弟兄。叶俊良，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请起立来。来，请来。新儒兄，我们用站的就好，好不好？站着就好哈，不用跪，没关系，站到前面来。邱新儒弟兄，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谢谢。你要跪还是站着？站着就好哈。好，站着就好，站着就好。来，这位是吴永瑞弟兄。吴永瑞弟兄，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感谢主，谢谢。好了，你看，啊，他不能跪，他不能跪，对，不能跪，对。好，敬会，这位是苏敬慧姐妹，也是我们永瑞兄的妻子哈，感谢主。苏敬慧，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谢谢。另外3位婉丽姐妹、佩英姐妹跟丁家姐妹，她们已经受洗过，她们只要做宣告只要做这个信仰告白即可。这个时候我要来做宣告。愿平安的上帝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和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是我要来宣告，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以及信仰告白。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葬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以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点来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眷顾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结连在耶稣基督，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遭到试探时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你有软弱的时候，你来扶持，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里面，使他们能够一生一世来服侍你。现在父神，感谢你有这几位，他们告白他们的信仰在主里面。我们知道他们一生的道路要在神的保守、扶持、怜悯当中。主啊，让他们有神的保护，勇敢面对一切的挑战，在他们生活、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人生的道路，还有家庭子女。主啊，求你就因着你的成全，因着你的保护，因着你的应许，在他们身上看见神伟大奇妙的作为。感谢赞美你，奉你名来祝福这一群主你的百姓，也愿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用更大的爱心来接纳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一起在主你圣国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现在请7位向后转一下，好吗？向后转来，我要介绍一下。因为他们现在还戴着口罩了哈，戴着口罩所以呢，好，先拿着，等一下再做介绍哈，等一下还可以再介绍哈，没关系，等一下还可以，来先介绍。好，等一下，大家太赶着了，要长老先接了，好，抱歉了哈，你们等一下给你们时间，可以好好的拍照哈。好，来，我要介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叶俊良弟兄哈，俊良兄，来，我的资料来这里，俊良兄，你可以举手一下，俊良弟兄哈，好，他是
我们的芷兰小组哈，他的太太就是我们的施家姐妹站起来，还有女儿在这边，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他女儿比较害羞的样子，欢迎你们哈，特别来见证他受洗哈。那我觉得很感动。其实俊良兄呢，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不过他因为爸爸的家庭没有在教会，所以妈妈自己一个人去。不过他从小耳濡目染，但长大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信仰就是他也要追求的。特别是施家，他先来受洗之后，他们就决定要加入我们的富强教会。觉得感动的是他们人住在高雄左营，就特别跑来要来台南来教会真的心中很感动，是因为我们教会有吸引力从很远的地方就把他们吸引过来。我们期待他们我们的俊良兄他本身在做这个药品的这个事业我们也祝福他一切都很顺利，他们的家庭更蒙神的祝福。我们拍手来祝福他。第二位是我们的青如老师，邱青如老师真的邱青如老师来受洗也是不简单。也就跟我们第一堂的一位教授一样，他们本身是理科的教授，是很逻辑的，是很理智的，但是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跟祝福，他后来慢慢自己去摸索、去学习，看见神的恩典。他的夫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凤珠姐在哪边？还有家庭，还有他的朋友都来了，来，我们的亲人朋友在一起来好不好？还有葡萄园的，来站起来。来站起来，我们拍手欢迎他。好，欢迎欢迎，谢谢。特别来见证祝福他。我们的青如老师呢，他在家是住在我们台南的海边他的家族都是一般普通的信仰，但是因为神的同在，让他见证神在他身上所奇妙的作为。所以他这一次就决志来受洗我们来祝福他我们也为他的身体健康蒙神的恩典来祷告，谢谢。那再来这两位我又要特别介绍，真的很奇妙这两位就是夫妻啦，就是我们的永瑞兄，再举个手好不好？永瑞兄，还有建慧姐妹我们建慧姐她是屏东人我们的永瑞兄是台南人在台南在仁德那边做事业他们夫妻呢本来跟教会没什么渊源但是今天就特别的就是这个故事要讲一下就是说建慧姐的爸爸妈妈今天有来在哪边？来，我们欢迎你们好不好？来，谢谢，请坐。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的苏胜峰先生他本身不是基督徒，而且他在佛教方面很有研究。不过他竟然这样子很有开明说，女儿你要选择你的信仰，支持他来教会，我们为他鼓励一下好不好？神的恩典刚好我们的苏先生我们的苏胜峰先生，他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刘宗志董事长，还有夫妇还有我们的夫妻他们是屏东建丰教会的会友。那我们的刘先生他本身是美和科大的董事长在事业非常有成就而且他们屏东的太平洋百货嘛是引导的对了他们两位非常谦卑，跟我们的苏先生好朋友。所以苏先生就讲说，我女儿想要去教会，到底台南不熟怎么办？我们的苏先生还渊源管道，他从他们的牧师从二祖成牧师说，你能不能介绍台南有什么教会可以让他们来？那二祖成牧师他也不知道，所以就问我们教会的寿荣长老的爸爸我们的曾牧师曾牧师说就来阮教会就对就来阮教会他们在几个月前就来了几个月前就来南宫来探那里教会，而且他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刘董事长还有二牧师他们都来。今天本来二牧师也要来，但是那么巧，听说他们这个建丰教会要减选要减选袂使人无够咧人若无够袂让选咧所以他们就留在那边。但是我们刘董事长因两个安尼足挺
足挺朋友的对了，特别2位要受洗真的不简单。不过我还在多讲一句，就是我们的永瑞兄哈，他听太太，他妻子要来教会，他说那我也要来呀就跟着他一起来。虽然他问牧师很多信仰的问题啦，但是说因为妻子的选择是没错的，所以他要跟着他走。哇，真的是非常棒恭喜恭喜！那期待呢期待我们的建慧姐爸爸妈妈来今天来见证他受洗，你们也同样得到祝福得到祝福希望你们在屏东也非常棒非常好的一个信仰的学习那我们另外3位就是我们坚信礼或是信仰告白我这个简单的介绍。第一位是郑婉丽姐妹是我们信会小组的那婉丽姐妹也很奇妙她原先是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哀伤陪伴，马教授主持的这个她参加的非常有心得，因为她也经历到这些哀伤，但是她从哀伤当中走出来。现在当同工了帮咱把人到抓这个修州让这些遇到哀伤失去亲人的人也得到帮助。所以他不只是来得到学习，而且参加我们的哀伤陪伴，而且现在要加入我们的教会所以就重新来誓约感谢主，恭喜你好。那第2位是我们的佩英姐妹佩英姐妹呢，她是我们教会那个露西姐的姐姐叫淑圣姐妹，甲介绍来介绍伊来伊来到家感觉非常的舒适啦，就爱来就继续参加我们的这个松年的聚会她也决志要加入我们的富强教会感谢主，祝福她。好，来谢谢。再来就是我们的丁家姐妹，郭丁家姐妹她是我们中学小组的中学小组很厉害他们很会邀请丁家姐妹就是我们的燕皇姐妹的同事了她本身呢已经受洗了她正在又加入我们自己的教会，一起享受神的恩典。那我们介绍这7位之间，我们要先请我们3个小朋友的家长，能不能到前面来带小朋友过来？我们要先照一张合照，我们也请长老跟他们拱手来祝福他们来来先来合照，然后要来送礼物，好不好？来用拱手的给他们祝福好，你们退后一步，我们要准备照相靠近一点，可以暂时把口罩拿下来拍完照，我们弟兄姐妹要送礼物再来好，我们的家长小朋友，这样好不好？我们男生站上来，我们男生站上第2排，对，第2排中间一点，你们靠过来一点，来靠过来一点好，再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让小朋友也拍得到。对。那牧师站这边有的口罩可以暂时拿下来一下，口罩看了就不用讲话，没关系要怎么样？牧师站中间会挡住吗？好，我来站这里。好小朋友不要被挡到，来好，来照一张好了吗？好，正式的拍照了。可以OK， 好，那我们小朋友先回去，等一下还没有受洗我们这7位好朋友再拉开一点，来，我们好朋友、亲朋好友要送礼物的，赶快过来，来，可以拥抱好，可以拥抱。恭喜！感谢主。那个别照相，我们等结束好不好？你们小组家庭要照相的，我们等一下再照好礼物给不了，给倒退来，有人要倒退不？要帮忙拿的有没有？好，我们请回座，拍手。
好，接下来有3位小朋友要洗礼哈，没关系，等一下还可以再拍照啊哈。有3位小朋友，请到前面来，我们家长抱小孩到前面来，好不好？第一位是梁义成、梁雨欣2位是姐妹，对不对？姐妹哈，好。那第3位面向牧师，好，第3位是我们的郭怡成，对不对？怡成对不对？啊，郭怡登，抱歉，牧师国语不太好。好，那现在就请家长来回答牧师所问的哈。好，这个时候。圣经有说，有人带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又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很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虽然我们的小朋友还不明白这些事情，但所应许的要归于他们。他们是恩典之约的后裔，上帝以洗礼带领他们成为上帝家里的儿女，归属基督，成为他的百姓。这时候，请家长代表你们来回答说相信、愿意就可以啊。第一个问题，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相信，感谢主。第二个问题，回答愿意就可以。你们必须依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跟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儿女，以祈祷跟好的行为来养育他们，让他们所做的都能遵守上帝的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执行吗？感谢主，愿主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帮助你们坚固这个约。这个时候，我们要为小朋友来施洗哈。好，梁义成，你站上来一格哦，义成哈。好，梁义成，我用水给你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好，下来，好，来，再来是我们的梁雨欣哈，梁雨欣现在多大？5个多月哈，雨欣，我头发很丰盛哈，来，大家摸一下。好，梁雨欣，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们。感谢主，来擦一下。这位几个月？哇，3个月就来奉献在主面前就是郭怡登，好，郭怡登来。郭怡登，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擦一下。好，牧师来做宣告哈。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些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陪参的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些幼儿的父母一起跟会众来亲自见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永在的上帝。我们恳求你来保护照顾这些幼儿，引导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分别为圣，使他们的智慧跟身量，并上帝人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愿你的恩典丰丰富富赏赐给他们，引导他们平安经过孩童的时期，救他们脱离少年人的诱惑，直到成人时能够告白他们自己的信仰。感谢主，我们的上帝，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曾在拿撒勒享受世间家庭的生活。我们恳求你祝福这一些孩子的家庭，帮助他们的父母和所有照顾他们的人都满有智慧和温柔，让他们在爱中平安健康的成长。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向后转，给人拍手鼓励一下。我们要请我们的教会代表来送小礼物给3个小朋友，来，我们有教会送小朋友。第一个是我们的梁义成小朋友哈，好，没关系，站这边，原来这样。
第二位可爱的梁雨欣。第三位是我们的郭怡登郭怡登。好，介绍一下，这一对是姐妹了是她的父母是梁世庆弟兄，还有王婉珍姐妹恭喜你们了再来是我们的郭家宝弟兄，还有林玉山姐妹，好，拍手拍手，祝福他们。好礼物都拿到了好，请回座，恭喜恭喜，好，请回座。还有送礼我刚被送礼不来好来，赶快，要送礼物感谢主好，我们慢慢可以回座了，我们准备要来领受圣餐，我们请弟兄姐妹预备心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来领受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宝贵十架，我们也请敬拜团拿麦克风一起帮忙来唱这首诗歌。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你的恩典永留，使我的完整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是上帝的恩典跟救恩，愿神的智慧能力跟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属于他教会按照规矩领圣餐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学习主耶稣当时所预备的圣餐。他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后来他又举起杯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所以我们像耶稣当时的模样，我们一起在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有拿饼来祝谢，我们愿按照他的模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按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记。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福分来领受这个圣餐，来见证神的作为、医治、拯救跟赐下永恒的生命。愿每一个人都亲自领受这个圣灵的恩典，让我们领受的时候得着你的能力、你的医治、你的保守、你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这时候，我们请长老一起来分享这一个饼跟杯。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洗礼的弟兄姐妹就可以拿都可以拿。我们今天花的这个是一个改良式的圣餐的一个配套
那在第一个透明的薄膜，先把它拉开，因为第二层是铝箔纸的，它是葡萄汁会溅出来哈。先把饼拿起来，稍微一点点，稍微把它弄开哈。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稍微把那个薄膜、透明的薄膜把它拉开哈，那块饼可以拿出来。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再一起吃哈，可以等一下再一起吃啊哈。慢慢来，等一下再一起没关系。那有先吃的也没关系啦，就先享用都可以哈。有谁没拿到的举手？没拿到的举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有没有没拿到的举手？我们可以补给你哦哈。好，还有没有举手一下？没有拿到的，那个薄膜先把它撕开，那个饼干拿在手上。那你可以自己做祷告，说：“主耶稣，感谢你，为了我牺牲，我要得到这个恩典，得到这个祝福。”还有谁没有？好，不够哦，无去摕，嘉龙那无去摕，用刀呀。对啊，安尼哦，拢无啊，本来讲无够，无够哈。好，有的还不够了哈，抱歉，我们可以补一下。好，可以哈，好。无搞咱能食这，无搞咱食这。这个。还有没有谁没拿到？可以再补举手，还有剩哦哈。好，谢谢，请回座。好，我们要接连来领受这个饼，还有葡萄汁哈。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可以把口罩拉下来，可以来一起享用。用完饼后，主耶稣说：“这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一起来来喝这个杯，可以把那个铝箔纸撕开。感谢主，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跟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感谢。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由这个圣餐，让我们领受你的赐福跟恩典，是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因为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也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我们求神，让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仰，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国度，也要领受神的恩典赐福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让我们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为主做见证。感谢你，愿今天的圣礼点成为一个祝福，也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为了节省时间，牧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我们也请我们的执事开始来收奉献。那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哈。这个奉献呢，我们有夹一个奉献袋，这个纸袋，
这指代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分2层的奉献，一个是没有奉献，没有那个没有夹奉献袋的，就是直接放到我们的袋子里面，夹在那个信封的，就是一个为圣餐的奉献哈。那这个圣餐的奉献呢，就成为我们要救济贫穷还有弱小教会的用途哈。如果你不方便都不用，没关系哈。尤其是新来的朋友。那另外呢，牧师要用一个图片让大家看一下哈，医生看一下来，我们那个图片，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新楼医院的院长刘奇举院长要来做一个生命见证。今天院长跟夫人有来，我们请起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鼓励一下，欢迎一下来刘院长哈。那下个礼拜，请记得有时间邀请朋友一起来听刘院长他的见证我们的讲道的最后一页，有一张图卡。好，没问题了哈，这个等一下再秀一下就好。那我们一边收奉献等一下再一起感谢哈。就这个图卡在这边哈。那我重要是不是看这个图卡？是你们呢在手机上面有小图卡，寄给好朋友，邀他们来，好不好？那个小图卡传给好朋友，这样就比较容易宣传这样子哈。好，我们请我们的诗会来主持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有人要送，无来，安尼好。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现在来读一周一金句，我们一起来念：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接下来我来报告，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主理是刘奇举院长，司理是戴进和执事，其他的不是同工，我们自己看。我们翻开第4页。本会消息，治理交通。今天是举行代降节圣礼典及洗礼式。我们也一起来恭守圣餐，纪念上帝无限恩典，并见证主耶稣救赎的恩典。第2点，今天也是代降节第3主日，我们请用灵修祷告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第3点，今天也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我们也要为该会的事工代祷跟奉献。第4点，今天下午1点半在2楼会召开长职及首长的联席会议，我们请长职及服事团队的首长来预备心来参加。第5点，我牧师刚才有报告过了。第6点，中保代祷事工第42期要征求代祷的勇士，我们可以在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第7点，年终的祷告会，中保代祷团将在12月31星期五晚上8点到10点
会举办一场年终祷告会，主题为主导文的审诗。我们邀请全体的弟兄姐妹来预备心来参加。第8点我们自己看哈。第9点的公投，我们也要关心来代祷。第10点，爱山陪伴跟离婚关系的事工，我们自己看。教育装备，我们也自己来看哈。上礼的关怀，我们慈宝老师的父亲李雅义长老，也就是宋长老的岳父哈，他在12月6号来门主恩召哈，也在昨天下午1点半也举行告别礼拜。我们请会友来特别为他们求上帝赐下安慰、跟信心、跟盼望。第13点，其他的消息，我们第4点有婚宴的登记哈，西老长老跟邱玉姐她的长男哈，自家弟兄跟依林姐妹，在1月15号礼拜六会有在本会会举行一个婚礼，下午6点会举行喜宴哈，我们要参加的兄姐也可以在公布栏来登记。现在牧区团契的消息我们自己看哈。我们在昨天在提摩太牧区有举办一个提摩太回娘家哈，我们在座有好几位在外地或者在台南的青年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鼓励来欢迎他们回到我们这个富强的大家庭娘家。接下来关怀代祷消息我们自己看，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今天呢我们洗礼稍微时间有点长一点了谢谢大家的配合我们再一次介绍我们的新朋友来我们当中首先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建慧姐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苏颂峰先生还有黄金兰女士，来再次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参加，谢谢，谢谢你们2位再来一次欢迎我们的刘宗志董事长跟黄雀董事长，谢谢2位建通教会建通教会欢迎你们。再来是我们也是都是来观礼的啦就是清如老师的好朋友林明烟。还有王慧荣2位，谢谢在后面。再来就是我们的林君宏跟苏玉轩，林君宏、苏玉轩，好，欢迎你们2位。第3位是我们的桂若珍，是不是？对，还有侯守文两位在这边吗？好，在这边来欢迎你们2位。再来就是黄师姐姐妹在哪边？在这里，欢迎你，欢迎你。还有一位是黄国平、蔡丽如姐妹，葡萄园教会来观礼的好，欢迎你们2位。另外一位是孙雨婷，她因为时间的关系来观礼也先离开了。我们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有的是从外地来的啦还有的在附近，如果时间允许，欢迎你们常常来参加聚会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不补充其他的报告再次强调，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牧区会举办圣诞节的福音茶会，邀请更多的新朋友来参加。第2个是刚刚有提到我们的植宝老师他的爸爸在礼拜1过世在昨天已经举行告别式了。那昨天我有接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教会张正玉弟兄他的妈妈也在日前过世，要再来礼拜5在东门教会举行告别式。我们也为我们的张正玉弟兄他的家人求神安慰、扶持跟怜悯我们等一下礼拜结束，我们在3楼呢有一个简单的爱餐如果大家时间方便，欢迎你们来参加一起到3楼参加这个爱餐。好，谢谢各位。我们一起起立。对不起我少一个动作，抱歉。我第2行有做到。我们有几个参加理财有道的要颁奖对不起我们有郑婉丽，还有我们的李美满，还有黄富进夫妻
来前面来，我们要领受这个奖，来啊，这个来，谢谢。啊，到前面来，我们的婉丽姐妹来，婉丽姐妹向后转，向后转来，要照一张相哦，好，来，我们的父亲兄，来，再来是我们的梅兰姐，我们一起来照一张相，来，中间点，来，中间一点，看过来，来，口罩可以拿下来好吗？口罩拿下来，来，我们请同工照一张相来做纪念哈，啊，这个对。好，谢谢，拍手，谢谢。好，我们请我们诗会来做结束，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请牧师来做最后的祝祷，一起来领受从天上上帝的恩典跟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今天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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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那欢迎我们刚刚的小组或是受洗的弟兄姐妹，要个别家庭要拍照，我们陆续请我们的长执看谁来主持一下哈，陆续来拍照做纪念。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